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Billy 媽媽。有冇諗過教仔女其實同揀生果係好相似呢？等我話你知點解。如果我哋去買蘋果嘅時候，揀嘅方法就係揸上手去捏一捏佢夠唔夠結實啦。但係如果呢一招用喺買榴蓮度呢，咁就弊家伙啦，你就會受到傷害。另外，如果揀香蕉呢，我哋如果都係去捏佢嘅時候，係佢會受傷害喎。其實就好似我哋同小朋友相處一樣，有好多時都會問：喂，點解我用同一招，哥哥就得，妹妹就唔得呢？因為每一個小朋友都係獨特嘅種子。我係美國 IEA 國際9型人格導師，我用嘅係林家9型嘅人格系統，曾經已經幫過千個家長去了解佢哋嘅小朋友㗎啦。我自己仲有3個性格完全唔一樣嘅小朋友添。我嘅方法可以幫你哋去解決點解用喺哥哥度就得，用喺妹妹度就唔 work 呢一個無助同埋無奈。如果你喜歡呢一條片嘅時候，請你記得撳訂閱呢一個掣，我哋一齊做一個識揀生果嘅聰明家長。下次見。